来看新德县德北的县政高路，才有一座翰林桥，这桥顶有13对用铜做的狮，代表新德县有13个乡镇。这狮的形体有客家风格，也有庙宇风格，其中有一只看起来特别古锥，这只呢，互民众望甲规个面拢金死死啊！可爱，怎么会这么可爱？看到古锥的狮啊，民众这边望望，那边扫扫。新德县德北市翰林桥。桥顶拢总有13对用铜去做的狮啊，嘛代表新德县有13个乡镇。真侪民众经过这，拢会挑工伸手去望望的。它长得比较可爱，对，然后它的脸颊，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路人过了之后就会摸它一下，然后就越摸越亮吧。每一个人走过，然后都会摸一下，可能祈求好运之类的，然后我也会跟着摸一下，对。1996年启用的翰林桥顶头的13对狮啊，每一只狮啊风格拢无同款，有客家风格、宫庙风格，各有古锥的艋舺风格。这个桥面上的狮子，原则上我们是依照就是朝代的一个演进的排列啊，所以它比较是属于从它的多元的面向啦，就是从朝代从南北朝以前比较粗犷的到就是明朝以后比较细致的一些。狮子的这个造型的改变，狮啊一般有辟邪迎福的意思。也若当地各有一种讲法，讲准备要考试的学生，只要来这望狮啊，考试的运气就会加较好，嘛增加狮啊望落会好运的传说。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